屙屎屙唔出嘅朋友，記好2味草本補水飲，幫你通便通腸通全身啊！有便秘嘅人，身體狀態同埋健康都會受到好大影響噶。俗語就有講啦，想壽命長就要保持大便通暢，腸道要夠力，人體嘅排毒功能先至正常噶。咁依家好多人咧，佢周身各樣嘅小毛病，背後都有便秘嘅影子。我哋身體每日咧都會不停產生垃圾嘅，而排垃圾嘅主要通道就係腸道啦。腸道唔通嘅話，大便就排唔出去，毒素垃圾一直堆喺身體入邊，時間一長咧，各種各樣嘅毛病就會揾上門噶啦。所以話你想身體健健康康咧，就一定要大便通暢；想大便通通暢暢嘅話，就一定要識得呢樣嘢啦。今日我教大家點用呢個好嘢，好多用過嘅人都講啊，食咗之後咧排得好順暢，成個人都通透晒啊！咁呢個好嘢咧，屋企老人家細路哥亦都可以通通用得噶。但係99%人都唔知啊，屙屎屙唔出嚟咧，根本就冇需要亂食嘢啊。畢竟是藥三分毒啦，亦都唔使啊亂食酸奶、香蕉、火龍果或者用開塞露嘅，呢啲通通都係治標不治本嘅方法，根本冇能夠從根源上面去改善啊。方法冇啱嘅話，再努力都白費噶啦。我教你呢個方法咧，佢簡單又實用，無論你係咩原因屙唔出嚟，亦無論係便秘2年、5年甚至10年啊，通通都可以搞掂噶。嗰啲醫院同埋藥店咧，佢一定唔會主動推薦呢樣嘢俾你，因為利潤實在太低啦。但係好多醫生護士，佢哋自己就會偷偷咁用。好多人都冇知道便秘嘅原因係咩，有人認為係飲水太少啦，有人認為咧食太多熱氣嘢啦，有人認為咧坐嘅時間太耐啦。今日我話俾你哋知下，便秘嘅根源其實你自己一拖再拖，冇及時注意身體個信號整出嚟噶。咁如果你平時身體有以下呢啲信號嘅話，一定要重視，並且咧即刻上身及時去調理啊。比如話成日肚脹氣嘅，屙屁又多又臭，3、5日甚至10日8日先屙一次屎，面上開始出現斑斑點點，屙屎硬刮刮。有呢啲情況，如果你都係拖落去嘅話，垃圾同埋毒素就會堆喺身體入邊排唔出去，身體機能就會受到好大影響噶啦。等到問題變得嚴重嘅話，就後悔都冇用噶啦。咁我哋呢個方法咧，已經幫好多人改善便秘嘅麻煩噶啦。好多人用咗之後咧，都翻嚟多謝我話，佢哋之前咧試盡咗偏方，又食咗好多小片片小藥丸，從來都冇諗過可以從根源上面去改善便秘嘅問題。咁如果你呢個屙屎冇出嘅困擾啊，又解決唔到嘅話，就用你發財嘅小手幫我點讚收藏，仲可以轉發俾你身邊有便秘嘅朋友噶。呢個就係所有便秘問題嘅核心啦，火慢嘅通暢茶。佢入邊有多種天然草本，專門幫你清理腸道嘅污糟邋遢嘢，疏通腸道嘅。你唔使買多，買一包就夠噶啦，因為佢見效實在太快啦。你用完之後，你如果唔係一日屙一次嘅話，你可以退翻嚟，冇任何損失嘅。我點解咁硬氣講呢啲話呢？全部係因為佢呢個產品有足夠嘅實力，佢入邊全部都係獨立嘅小包裝，科學配比，用料上乘，真材實料有保證。每日拎一包出嚟，滾水沖泡5分鐘就飲得噶啦。每晚臨瞓之前飲一杯，第二日朝早咧，你就會體驗到啊一瀉千里嘅快感噶啦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就點擊個視頻左下個鏈接，帶翻去沖嚟飲啦。趁住依家年底有優惠活動，你帶翻幾包翻去，開開心心咁過一個好年啦。希望能夠幫到大家。